师父要给各位介绍一个内容很有深度的公案，我们跟世界各地的莲友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做人呢，一定要退后一步，才会海阔天空。以前在龙湖寺这么一个寺院的出家人呢，根据佛经上面一个典故，在屏风上画一幅龙虎争斗图，图中龙盘银端呢，那么老虎呢就占据了山头，整幅画非常生动，很逼真，但是总感觉气势不足了。这些出家人反反复复修改了5次，但是没有成功。这时候住持和尚恰巧从屏风经过，看到这些出家弟子们愁眉苦脸的样子啊，就问了：怎么回事呢？这些出家人就把刚才遇到的困惑向住持和尚报告。住持和尚看了看这张画呀，就说道：整幅画画得不错，但是之所以没有气势的原因，是你们忽视了龙跟虎的性格啊。龙在攻击之前，头必须要向后退缩；老虎要上扑的时候，头必须要向下压低，它们才能够冲得快，跳得更高。这些出家弟子们听了，啧啧称道：住持，你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呀！我们不仅将龙头画得太向前了，虎头也画得太高了，怪不得总解的气势不足啊！住持和尚趁这个机会又教导这些出家人，做人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？你只有谦卑地对待别人，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啊！向后退一步，才能向前进一步啊！这些弟子们摸了摸脑袋就说：住持啊，向后退一步才能向前进一步，这怎么讲的？为了让这些出家人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住持和尚就引用布袋和尚的插秧记来说明：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心地清净方为道啊！退步原来是向前。这些出家弟子们心中豁然开朗啊！各位，印光大师曾经开示我们，无论是在家或出家，必须要上敬下和，对上要恭敬，对下要和蔼可亲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这正说明心地清净方为道的道理呀！在忍让当中，在后退当中，成就了自己的涵养，壮大了自己的德行了，同时也增长了自己的善根。得失之间是各取所需啊！为人处事不能总是锋芒毕露，得理不饶人呢，那样的话是把自己逼上了死路啊！如果我们能以低姿态和别人相处，细心欣赏别人的优点，真诚地对待别人，那么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，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一定要很清楚明白，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永远不会分别的，他不会东挑西选的，他一律平等的救度。你好人我救你，你坏人我照样给你机会，照样给你希望。佛对待众生都认为你们是未来的佛，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凡夫众生，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，我们要有恭敬心，非常欢喜来跟大众相处，广结善缘，这样子人生活在世间才不会去结恶缘呢，处处碰壁，到处坎坷不平。为什么？你所造的恶因一定会回到你身上来。因此我们要广结善缘，退后一步才会海阔天空，这一点我们应该要谨记在心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